深水埗啲雨下得不緊不慢。70歲嘅陳大全坐在福華街呢間老茶樓嘅角落，面前係一壺普洱、一籠蝦餃同埋半隻冇戚環嘅鳳爪。窗外嘅雨珠打在玻璃上，一顆一顆，像是從好久以前就一直未停過。琴冇任何胃口，蝦餃佢戚咗30幾年，從澳文一籠戚到今日38文一籠，價錢變咗，味道也淡咗。只有佢坐的呢個角落跟是同一個。佢老婆走咗6年，兒子搬去加拿大亦6年啦。呢6年佢每日早上6點起床，7點走進呢家茶樓，8點半戚完，再走去南昌街嘅公園睇俾人下象棋，自己唔下。佢唔係唔會下，係唔敢下。以前同老婆下棋，佢次次都輸俾佢。佢走咗以後，佢就再也冇贏過任何人，因為佢已經唔想贏啦。呢天早上，佢正夾揸支鳳爪，忽然聽見對面作傳嚟一句話：阿伯你耳垂上嗰粒隻可唔得了啊！陳大全一愣抬起頭，說話嘅係個70多歲嘅老頭，戴一副老花鏡，鼻梁上就紮根斷咗一半嘅塑料架。佢啜住洗得發白嘅中山裝，左上放住一本翻得起毛邊嘅麻衣雙發。陳大全下意識地摸咗摸自己嘅左耳垂，那裡確實有一顆痣，從佢記事起就喺那裡。小時候無千話嗰係福痣，長大後老婆話嗰係財痣。可佢活咗70年，既沒什麼福，也沒什麼財。佢笑咗笑，搖咗搖頭，正想低下頭繼續戚，咁老頭佢企起嚟，當住茶杯走到佢桌前，坐咗落嚟。我睇你這粒痣，老頭壓低聲音，就算你今日幾窮都好，你啲後半生注定大富大貴。陳大全愣住啊，佢計住窗外嘅雨，計住桌上涼咗一半嘅普洱，忽然覺得這句話像一根起驚嘅針，扎進咗佢心裡最柔軟嘅地方。如果呢個故事讓你想起咗某個人，一個你愛過嘅人，或者一個你自己走過嘅歲月，不妨先點個讚。我哋不激，慢慢講。老頭姓周，人人叫佢周伯。佢年輕時喺廟街擺過檔，幫人看手相、睇面相、算八字，亦幫人寫過對聯、代過書信。後嚟時代變啦，睇相嘅美人信啦，佢就收起咗呢把小算盤，改喺茶樓裏邊喝茶，睇下報紙，偶爾遇到有緣人先多說兩句。陳大全從來不信呢啲，佢係個開咗38年嘅事嘅司機，一世人風裏來雨裏去，見過太多所謂命好嘅人，後來窮困潦倒，亦見過一輩子被人講命賤嘅人，最後兒孫滿堂。佢信命，但佢更信勤力。只是幾日，佢冇反駁周伯，因為佢實在太寂寞啦，寂寞到有個人肯坐低同佢說話，哪怕講啲係佢唔信嘅東西，佢自己願意聽。阿全，你唔信吧？周伯笑咗，眼角嘅皺雲像一把被雨水打熄嘅折線。冇關係，我唔係要收你錢啊！我今日睇到你，只係想教訓你一句話，你係有好長嘅路要走，別把自己當成一個已經寫晒嘅故事。陳大全端起茶杯，手有一顛抖。呢天早上佢冇在公園，佢撐住一把黑色嘅雨傘，慢慢走返自己喺大坑東村嘅公屋，300幾尺嘅單位，一房一廳，牆上還掛住老婆生前釘的裏面小鏡子。佢喺鏡子前站咗好耐，近住自己耳垂上面嗰個字，呢個字唔大，只有綠豆咁大，顏色亦唔深，如果唔細看幾乎睇唔出嚟。可是呢天佢覺得呢個字好似忽然亮咗起嚟，全深夜裏未人注意過嘅小燈。佢諗起老婆生前最喜歡做嘅一件事，就係替佢掏耳朵。佢每次掏到耳垂嗰個字，都會停一下，用手指輕輕捏一捏，然後笑住話：阿全姐粒字好亮，以後你老啦，一定過得比你佳好。那時候佢年輕，唔當一回事，總是笑佢迷信。如今佢走咗6年，佢先第一次認真咁想，佢講嘅話會唔會係真嘅？陳大全嘅生活其實簡單得幾乎冇有乜可以講嘅。早上6點起床，煮一碗白粥配一啲榨菜，粥要熬到米粒開花，水要放到啱啱好，多一小太絲，
小一小太臭，這個火候係佢老婆教佢嘅。6點半佢會打開收音機，聽一檔佢聽咗30年嘅電台節目，主持人早已翻過幾茬，好佢行事記得最開始幾個主持人嘅聲音，唱一個老朋友。7點佢出門去茶樓，8點半翻屋企，9點去公園，11點回家早飯。佢一個人食飯，好打重視早2個人嘅份量，一份自己食，另一份放進冰箱，晚上再熱嚟食。有一次樓下張太近到問佢：阿全，你煮咁多，一個人食唔完啊？佢笑咗笑冇講啩。其實佢唔係切唔完，佢係捨唔得一個人切。佢總覺得如果餐桌上嘅飯菜多啲，就好似幾個人就喺炸。只係暫時出去買菜一季就會嚟。下午佢會去公園睇象棋，佢從來不下，只係睇。嘆呢啲老頭子，你一步我一步，輸贏在方寸之間。有時候佢睇得入神，會忘咗時間，忘咗自己已經70歲，忘指老婆已經走咗6年，忘指兒子上一次打電話過嚟已經係3個月前。天黑之前，佢會去街市買一點菜，半條魚，一小把菜心，2個雞蛋。買菜嘅時候，佢會同相熟嘅檔主聊兩句，聊天氣，聊物價，聊啲不痛不癢嘅事。回到家，佢會開住電視，把音量調得好大，唔係因為佢耳鼻，係因為佢害怕安靜啊。安靜嘅時候，佢會諗起太多事，想起老婆最後一次住院，咁個晚上，佢握住佢嘅手，想講一句我愛你，許佢張咗張嘴，最後只講咗一句你要快啲好起嚟。第二日早上佢就走咗，嗰句我愛你，佢再也未有機會講出口。但真正令佢後嚟一直放唔低嘅，其實唔係這句話。兒子叫陳志強，今年42歲，8年前同老婆一齊移民去咗多倫多，現家喺一家契計師樓工作，收入不錯，日子安穩。陳大全從來冇反對兒子移民，佢姐被人吃過太多苦，受過太多累，佢唔希望兒子重複自己嘅路。佢常常同茶樓裏邊嘅老友說，仔女有仔女嘅路，做老豆嘅不能拖後腿。嘴上咁說，心裏佢唔係咁想嘅。兒子剛走嘅呢2年，佢一個人在睇啊，每夜晚上都盯咗電話睇，9個小時時差，我算得清清楚楚。加拿大早上7點，係香港晚上10點。佢每晚都喺10點前洗完澡，坐喺電話旁邊等兒子羅邊早晨嘅問候。有時候等到啦，有時候等唔到。等到嘅時候，佢會興奮得不得了，同兒子聊上10幾分鐘，問天氣、問工作、問孫仔學校好唔好。佢每次都盡量講得開心一啲，讓兒子放心。等唔到嘅時候，佢就自己泡一杯茶，坐到11點，先慢慢地去睡。後嚟慢慢地電話越嚟越少，從每星期一次變成2星期一次，變成1個月一次，變成3個月一次。佢亦不催，佢知道兒子忙，佢知道加拿大嘅生活不容易，佢知道自己唔該俾兒子添麻煩。只係有一次佢打過去，電話響咗好耐，先至有人接，係孫仔接嘅。孫仔今年10歲，已經不太會講廣東話啦。佢用不太流利嘅普通話問爺爺：你係走爸爸嗎？佢諗咗一下，笑着話：係啊，爸爸在嗎？爸爸喺開會。爺爺，我可以幫你留言嗎？佢握住電話，忽然不知道話什麼好，沉默咗幾秒鐘，佢輕輕地話：冇有，你教訓爸爸爺爺一切都好，讓佢別擔心。掛咗電話，佢坐喺沙發上坐你好久。呢天夜晚佢第一次冇煮2個人嘅飯，因為佢忽然覺得就算煮咗，亦冇人會返嚟。佢以為故事到呢度就結束啦。何時佢唔知道真正令佢重新看待自己人生嘅呢件事還在後面。周伯話佢後半生大富大貴，呢天之後佢其實並冇當真，只是佢開始留意返到，佢開始留意自己嘅臉，佢會喺每天早上刷牙嘅時候多睇幾眼鏡子，睇睇自己2鬢嘅白頭髮，睇睇眼角深深嘅魚尾紋，睇睇嘴角呢2度向下走嘅法令紋。佢忽然覺得
自己呢一張臉好似藏住好多佢從來未讀懂嘅東西。有一天早上，佢又去茶樓，周伯唔在，佢坐在老地方，喝完1號茶，忽然對鄰座幾個每日啲都嚟喝茶嘅黃伯說：黃伯，你信唔信面相？黃伯係個退休教師，今年78歲，讀過好多書。佢放下手裏嘅報紙，諗落想，信亦不信。點解？信係因為面相呢門學問確實有佢嘅道理。你看一個人50歲之前嘅臉係父母給嘅，50歲之後嘅臉係自己收嘅。你一輩子怎麼活，就長成一張怎樣嘅臉，呢個係真啊。唔信呢？唔信呢，係因為好多人以為長咗一張好命嘅臉就一定會好命啊，呢個係假嘅。陳大全聽得入神，黃伯笑咗笑又話：阿全，我問你，你以廚上嗰粒枝，古書上教隨珠枝，商學上講係主晚運嘅，晚運就係後半生嘅運氣。有這顆字嘅人，古書上講晚年多福多壽，子孫滿堂。陳大全苦笑咗一下，黃伯，可是我而家一個人住，一個人吃飯，連一個能說話嘅人都冇有，這算什麼多福多壽？黃伯睇咗佢好耐，忽然問：阿全，你覺得什麼叫富貴？陳大全愣住啦，佢從來冇想過呢個問題。佢呢一輩子追過錢，追過屋，追過贏以至出人頭地。佢以為富貴就係呢啲樣嘅，可以老婆走漏以後，佢先發現佢想要嘅其實從來都不是呢啲。佢想要嘅只係有人喺身邊。黃伯劈咗劈佢嘅肩膀，話：阿全，你聽我講件事。黃伯話佢有一個學生叫阿明，阿明小時候家裏好窮，住在慈雲山嘅木屋區，一家7口人，只喺一間幾十尺嘅屋裏。阿明嘅爸爸係個搬運工人，媽媽幫人洗衫。阿明從小就出去打散工，一邊讀書一邊幫補家用。阿明亦有一顆痣長在下巴上邊，商學上下巴嘅字叫成章字，亦都係主晚運嘅。阿明小時候家裏窮得連飯都吃唔飽，佢媽媽常常摸着佢下巴幾顆痣，話：阿明，你有支顆痣，以後一定會好命嘅。阿明不信，佢覺得媽媽只係騙自己開心。後來阿明長大咗，讀咗大學，做咗一個技師，結咗婚，生咗2個仔女，買咗1層樓。40多歲嘅時候，佢生意做得起成功，身家幾千萬。有一日，阿明嚟揾黃伯飲茶，佢同黃伯說：老師，我媽以前常常講我下巴嗰顆痣係福痣，你講係咪真呢？黃伯當時問咗佢一句：阿明，你覺得你今日嘅好命係你顆痣帶俾你噶嘛？阿明想咗好耐，搖搖頭話：唔係，係我媽帶俾我嘅。點解？因為佢每次摸住我這顆痣嘅時候，眼神入邊都係希望。我小時受咗咁多苦，家裏咁窮，我好多次都想放棄，可是每次一諗到我媽相信我以後會好命，我就唔敢放棄。阿明講到知道呢，間穿紅咗。佢話：老師，我媽唔係算命，佢係教書我，唔管而家有幾苦，你都值得一個更好嘅未來。呢顆痣唔係我嘅福氣，我媽啲愛先至我嘅福氣。黃伯講到呢度停咗落嚟，佢睇住陳大全講：阿全，你老婆生前係咪嘢常常摸你呢顆痣？陳大全嘅眼淚忽然就落嚟啦。佢這一輩子未喺人前鞠過，佢連老婆走嗰尾日都未有當住呢字嘅面鞠。可是呢天早上喺深水埗呢家開咗幾十年嘅老茶樓裏邊，佢坐喺一張貼着紅色膠紙嘅圓台前，眼淚一顆一顆掉在蝦餃籠裏邊。佢忽然明白啦，原來周伯說佢後半生大富大貴唔係騙徒，原來佢老婆話佢有福痣亦都唔係迷信，原來佢一直都係一個名好嘅人，只係佢從來未有察覺，佢以為寂寞就係不幸，可是佢忘咗一個人能被愛過、被記得、被相信過，已經係這輩子最大嘅富貴。呢天下午，陳大全冇去公園。佢返到家，從抽屜裏邊翻出一本恐舊嘅相簿，相簿裏邊全是喺同老婆嘅照片，年青時喺淺水灣拍嘅，
中年時同兒子喺海洋公園拍嘅，老年時兩個人喺家門口拍嘅。佢一張一張咁睇，睇咗整整一個下午，睇到其中一張，佢停住咗。但係佢60歲生日字，老婆幫佢拍嘅照片裏邊，佢記喺窗前，陽光正好照喺佢左邊嘅臉上，耳垂上幾顆痣喺陽光下清清楚楚。照片背後，老婆用鉛筆寫咗一行字：阿全60歲生日。佢呢顆字係我一輩子嘅心頭肉。陳大全捧着呢本相簿，坐咗喺沙發上，坐到天黑。呢天晚上呢，佢做咗一個好牛尾做嘅動作，佢理起電話，撥咗兒子嘅號碼，電話響咗3聲，兒子接咗，話咩事？呢個晚，陳大全清個清省字，話冇嘢，我只係想同你說，爸爸一切都好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。個子嗰邊沉默咗幾秒。然後佢聽到吱吱嘅聲音，有啲哽咽。你等我下個月就返嚟睇你。陳大全笑啦，佢話好，爸爸等你。掛咗電話，佢走到廚房煮咗一碗白粥，佢一個人慢慢地切。呢碗粥係佢6年嚟切過最熱嘅一碗。老話說，富貴在天，福氣在人。易經裏邊有一句話叫厚德載物，意思之係一個人能唔能承受得住福氣，唔係睇佢有幾多錢，而係睇佢有幾厚嘅德。德是什麼？德就係你這一輩子善待過幾少人，原諒過幾少人，放下過幾少怨恨，珍惜過幾少眼前人。商學上講，以隨有志嘅人晚運好。何時真正讓晚運變好嘅，從來咪顆字，是嗰啲被呢顆字提醒過嘅人，係幾啲近住呢顆字，願意相信自己後半生更有希望嘅人，係幾啲明明已經70歲，還願意重新拿起電話，重新煮一碗熱粥，重新俾這段人生一個機會嘅人。命是天注定嘅，運係自己走出嚟嘅。我哋這一代人從戰後走過嚟，切過糠，餓過刀，住過木屋，睡過天台。我哋睇過太多所謂命好嘅人，後來一手好牌打得稀爛，也睇過太多命符嘅人，晚年反而福壽雙全。差別就係哪裡？差別就在於一個人到了60、70歲嘅時候，係選擇繼續怨天尤人，但係選擇重新打開呢扇門。那扇門可能係一通遲來嘅電話，可能係一碗多煮嘅白粥，可能係一次冇說出口嘅道歉，可能係一句藏咗幾十年嘅我愛你。只要你願意打開，你嘅後半生就已經開始大富大貴啦。講到呢度，我要同你們講一句真心話。我年輕嘅時候，亦係一個起唔懂事嘅人。我阿嫲生前常常講我印堂補滿，以後一定有出息。我唔信，我覺得佢只係寵我。後來我喺外邊打拼，幾十年未等回過家。我阿媽臨走幾年，我只回去睇過佢2次。佢走嘅嚟天，我就係外地揀唔返嚟。我這輩子最遺憾嘅一樣事，就係冇能在佢牆前握住佢嘅手，同佢講一句阿嫲，我這輩子最大嘅福氣就係做你嘅仔。後嚟我先明白，佢話我印堂補滿，唔係就算命，佢係在告訴我，仔啊，阿嫲相信你，不管呢個世界點樣對你，阿嫲都相信你會好。呢句話我用咗幾十年先聽懂，所以今日我講這個故事俾你們聽，唔係要你們信面上，而不是要你們信命啊。我係想告訴你哋，如果你身邊有人曾經咁樣相信過你，咁你就係一個命好好嘅人。如果你身邊有人而家仲咁相信着你，咁你就係一個正在大富大貴嘅人。如果你自己願意咁相信自己，咁你啲後半生就係冇喜患。講咗咁多，我想留低句話俾屏幕前嘅你。第一句係關於富貴，真正嘅富貴唔係你銀行裏邊有幾多錢，而係你午夜夢回嘅時候，心裏有冇一個可以想念嘅人。第二句係關於埋怨，埋怨唔係等你嘅，係收你嘅。你今日願意對身邊嘅人溫柔一啲，你嘅聽言就會多一分福氣。第三句係關於孤獨，一個人住唔等於孤獨，真正嘅孤獨係心裏已經冇想見嘅人。只要你係有想打嘅電話，
仍有想煮嘅嗰一碗粥，你就唔孤獨。第四句係關於字，不管你臉上有未有嗰顆所謂嘅福字都不重要，重要嘅係你有冇一顆願意相信自己後半生就會更好嘅心，你顆心先係你真正嘅福字。陳大全後嚟點樣？兒子今個月尾真係飛返嚟啦，帶住老婆帶住孫仔喺香港住咗2個星期，孫仔學住講廣東話叫佢爺爺。佢每日早上帶孫仔去福華街你家茶樓飲早茶，教佢怎用分乖子夾拉餃，怎用茶水洗杯。兒子走嘅幾天喺機場握住佢嘅手，話爸，明年過年我哋全家位嚟陪你。佢點點頭，笑就話好爸爸，等你。佢返到家繼續煮2個人嘅飯，只係呢一次佢唔再係煮俾一個已經走咗嘅人，佢是煮俾下一次會嚟嘅呢個人。那顆字就喺睇嘅意序上，佢每日朝就擇日嘅時候仲會可，佢終於明白老婆當年講得未錯，佢呢輩子確實過得比以前好啦，唔係因為佢有咗錢，而係因為佢終於學會咗點樣好好愛之盛花啲日子。窗外嘅雨唔知道什麼時候停咗，深水埗嘅天慢慢亮起嚟，一個新嘅早晨又要開始啦。朋友，如果你聽完呢個故事，心裏有一點觸動，不妨喺評論區裏邊留下一句話，告訴我你身邊有冇一個曾經咁樣相信過你嘅人，告訴我你後半生最想做嘅一件事係咩？告訴我你今晚想煮一碗粥俾誰食？如果你覺得呢個故事可以讓某個人心裏暖一啲，請把佢分享俾佢。也許佢此刻正一個人坐喺窗前，像陳大全一樣，等咗一句遲來嘅問候。我哋下一個故事再見，保重身體，慢慢嚟，你嘅後半生先至啱啱開始。